热天日头真炎真热，若是等公车无等车的凉亭啊，它热凉，真正就亲像咧晒干咧，会热甲挡袂牢。讲台中总共有6200个公车站，其中只有700位有这个公车亭，比例只有1成，这个数量实在伤少咯。所以民众咧等车的时阵，只好避伫咧较热凉的所在，或者是家己压雨伞。等公车的人压线真热。 啊，我若剩长长咧注看公车来未，若是无通食、无通味的所在，伫日头下是规身有汗，期待公车进来。会，如果没有公车停的话，就真的会很热。都会撑伞。为什么太热？对，太热，还有防晒。哎呀，有什么特别多啊？来看这个公车站，只有一支站牌，就踩伫人行道的四周围无通接，也无通早。等公车的人，敢来当伫日头的公啊等。 若是有设公车亭的所在，会当早日嘛毋惊落雨，但是全台中6200个站牌只有700个有设，比例只有1成，实在是真少。市府解说，因为设公车亭人行道看度爱有够，所以真侪所在拢无法度。在候车亭设置之后，还必须要考量它是不是保有这个无障碍通行空间，大概在1.5米以上。 运输处强调，搁再评估适合的地点增设，卖增加体积较细、新型泛用式的候车亭的数量，选择伫人侪公车站优先设置。